的午后，阿松伯一个人坐在门前专注修车。这样的场景对台大的单车族来说是极度熟悉的画面。他台大毕业了，现在又休起来拿回家骑，很多同学这样啊。阿松伯在学区修了50几年的脚踏车，常常免费帮同学处理故障小问题，建立跨世代的情谊。一度生意不好，同学们急着帮他打广告拉客人，甚至连现在这个店面也是台大学生帮他找到的。同学很照顾我们，还在装潢还没开张，同学就来这里找我了。磨到破损的衣领不经意说明了客家人的勤俭性格。最近刚好搭上节能减碳风，阿松伯逢人就推广骑脚踏车的好处。这附近很多客家人来修车的话，我们就会讲客家话，騎腳踏茶，窮經要繁複。騎腳踏茶，窮經要繁複。守着小店不赚大錢，等了30多年，阿松伯终于等到脚踏車的春天。騎腳踏茶，騎腳踏茶，比較常用的還有騎私行茶、騎私行茶。